就發覺銀行戶口咧得3200蚊。咁我喺呢7年期間咧，我就足足買咗18套。Hello， 大家好，我係 Cargo。今日嚟到2025年啦，過去10幾年咧，我人生咧起咗好大嘅變化。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帶啲啟發俾大家。事不宜遲，我哋一齊上車傾。我本身咧係一個土生土長嘅80後香港男仔，咁啊05年咧大學畢業啦，咁出嚟社會揾嘢做，咁嗰年咧就香港迪士尼啱啱開幕，佢就公開咧招募舞蹈員喎，我就未受過專業訓練嘅，我就因為自己中意跳舞啦，咁我就展開咗我3年全職舞蹈員嘅生涯啦。嗰陣時嘅人工咧係每個月12000蚊，喺香港嚟講咧都算好低嘅啦，因為香港嘅生活指數好高啊嘛。咁但係嗰時比較後生，諗法又比較簡單啦，冇乜諗到咁多複雜嘅嘢，就覺得跳舞啊同工作可以擺埋一齊都幾好啊。有一日咧我放工啦，去銀行度攞錢喎，即係提錢啊，用櫃員機，就發覺銀行戶口咧得3200蚊。咁當時咧對我嚟講好大嘅醒悟啊，因為我做咗3年嘢，原來戶口咧我嘅積蓄咧得3000幾蚊，我就突然間覺得好焦慮。咁嗰時我就個腦裏面開始諗係時候要做出啲轉變啦。咁我點樣轉變咧？咁我乜都唔識啦，咁我就毅然啦就冇做舞蹈員啦，就辭職，就轉身咧投身咗去咧做金融保險業做一個咧完全冇把握，因為我又冇家底啦，又冇人脈資源啦，又冇技能啦，又唔識講嘢啦，因為所有嘢都要重新學過。啱啱做保險咧個壓力好大，因為有啲同事咧可以一個月揾幾十萬，有啲同事咧可能半年咧1蚊都揾唔到。咁我人生咧第一個轉捩點咧就係2011年。咁去到2011年啦，我好幸運地咧遇到一個咧好信任我嘅專業客戶佢係一位醫生嚟嘅。咁我做咗一張咧比較大嘅保單啦，咁我賺取到咧人生第一張保單咧超過7位數字8萬港幣嘅佣金收入，咁令到我人生咧第一次擁有過百萬嘅積蓄。咁嗰年咧係我人生個好大嘅突破啦。咁嗰時適逢係08年金融海嘯，咁11年之後咧香港房地產咧又開始復甦喎，咁我就睇準咗香港房地產係一個幾唔錯嘅發展機會，咁我就轉身咧就開始學習投資香港嘅房地產啦。咁有句說話咧就係話投資房產咧就好似投資一個地方嘅股票。咁我就喺11年同埋12年之間咧呢2年咧我就自己去睇咗超過100套房因為去增加自己對香港房地產嘅知識。咁我最後咧就揀咗一個舊嘅單位70幾平方，係啦500幾萬，就位於香港嘅尖沙咀嘅鬧市區。咁我就買咗呢個單位，因為當時計過咧我買完之後去放租咧個回報率都唔錯喎。點知咧一租完咧又發覺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因為我買樓咧要還房貸噶嘛。咁原來收租金咧有好多開支嘅喎，有管理費啦、差餉啦、雜費啦、維修啦、俾地產嗰啲 agent 嘅佣金啦。就係我收租再還房貸咧，我每個月仲少咗錢添仲有負數、負現金流。咁好彩啦！咁當時咧我認識咗一個香港嘅房地產界嘅大神級嘅人馬，咁我即刻向佢請教啦，就講出我嘅問題。咁佢就建議我將個單位咧就1分為5，就用啲裝修費啦，令到佢變成5個細單位去分租，就發覺咧即刻立竿見影。咁我租金收入咧就大幅度提升喎。咁除咗可以解決到還房貸啦，我每個月咧仲有大量嘅現金流。原來香港投資房地產嘅底蘊，原來現金流咧先至係關鍵啊！咁我喺呢7年期間咧，我買咗18套房，咁價格最平嘅由200萬到最貴嘅900幾1000萬都有。咁我全部都將佢分間啦，將佢分間成為3個、4個、5個嘅單位租出。咁我租金咧就收咗好多啦。咁現金流咧亦都好理想。咁我儲到嘅現金流咧，除咗改善生活咧，仲可以我哋成為下一層樓嘅首期，或係俾首付嘅費用。樓價係咁升啦，咁我啲舊樓咧都有升值嘅喎。咁除咗升值之外咧，因為我就冇賣嘅，因為我做現金流啊嘛。但係其中一間咧就賣咗，因為當時咧地產商咧就做舊樓重建喎，咁所以賺咗一筆意外之財啦。咁我好開心啦，好感恩啦，因為房地產投資咧令到我產出咗足夠嘅現金流。咁我將多出嚟嘅現金流咧就開始去買一啲細個我夢寐以求嘅奢侈品，例如呢台跑車，例如啱啱買咗台Benz 嘅大 G 啦。咁呢啲咧都係我認為可以開拓資源同埋人物嘅工具嚟嘅。喺我心目中咧就係令到一個人更加多機會同埋提升到自我嘅價值同埋財富嘅。咁有一個重點咧係非常重要，好想分享俾大家聽聽。好多人咧花錢嘅邏輯咧就搞錯咗喎，將辛辛苦苦工作賺翻嚟嘅錢咧就先買奢侈品，但係後面嘅生活咧就得唔到保障啦。咁你應該咧係調翻轉個次序，將你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咧做啱嘅投資，而呢個投資咧產出一個正嘅現金流。當個現金流咧足夠你生活啦，你就可以財務自由啦。再有更加多嘅現金流咧，你先至去買奢侈品，去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你人生咧先會進入一個良性嘅循環。咁多位家人們，呢個就係我嘅故事啦。但係財富累積咧係一個好漫長嘅修行嚟嘅。有汗水，有淚水，有迷茫，有失敗，有挫折，咁當然有收穫啦。咁我嘅財富增值咧係建基於我對香港房地產嘅專業同埋對現金流嘅把控如果閣下咧咁多位朋友，你對香港嘅房地產市場有興趣，想學點樣做現金
金流，又或者你人生係正處於一個財務上嘅樽頸位呢，歡迎你喺評論區度真心留言俾我，大家交流下。因為不論你而家處於乜嘢嘅人生階段，只要掌握到正確嘅方法呢，財務自由呢並唔係咁難，並唔係遙不可及嘅。日後呢，我會拍多啲片俾大家，大家記得呢點讚、收藏同埋關注啦。OK，遲啲見。